武士版奧迪姆呢一直都苦無對手，今日鐵工廠終於帶嚟麥加登嘅武士版，質素會係點呢？保留翻佢本有嘅體態啦，加強翻呢個武士風嘅細節，亦都增加咗唔少金色啦、綠色嘅塗裝咧，豐富翻個觀感嘅。個頭雕咧，亦都係呢一個武士款式嘅。身上面各種嘅盔甲亦都係武士風格做一個呈現。保留翻左手係尾巴啦，右手係龍頭，雙腳掌係龍爪嘅原有特徵。變形方面個過程咧有一半就似過往嘅套路啦，新設計部分加埋全新嘅武士盔甲，就顯得新鮮感咧非常十足啦。變形難度方面，亦都算係系列上面嘅中上級啦。而霸王龍嘅形態咧都係比較年輕，體態比較單薄，就唔似原造型咧咁強壯啦。盔甲包覆咧都係完美嘅，覆蓋晒全身機械人嘅部件。最近喺度打網坑，望落去咧佢都有少少似呢個劍刃龍啊！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完結啦。鍾意嘅影片咧就歡迎訂閱讚好啦。覺得影片唔錯，亦都可以將佢分享出去。你每一份嘅支持啊，就係我製作影片原動力。多謝你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